聖經申命記23章14節，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常在你營中行走，要救護你，將仇敵交給你，所以你的營理當聖潔，免得他見你那裏有污穢就離開你。當日以色列人喺曠野嘅時候，神與佢哋同在，話俾佢聽，神要喺佢哋當中，常在佢哋當中行走，要救護佢哋，將仇敵交俾佢。原來佢哋嘅神，我哋嘅神係常常保護我哋，常常嘅與我哋同在。或者你睇唔見，或者你未必感覺到，但都話俾你聽，神與你同在，保護你，看顧你，常常嘅與你同行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咁我哋嘅生命理當聖潔，以致我哋喺神嘅面前能夠可以得蒙喜悅，得到神嘅幫助。求主幫助我哋親近神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